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哎，很开心的是，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，让我们一起起立。让我们一起开始敬拜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开心在这边敬拜赞美你。主，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你，感受你满满的恩典。还是在祷告的时候，用心的领受。阿门。跟5个人说。
便我们是如此的渺小，时常的软弱，有时被世界的事物及情绪影响了我们定睛向你的心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，更属你的眼光，在各项事物上更多活出你的样式，让我们有谦卑不骄傲的心，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孩子。我们渴慕主你时刻的同在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唱首爱的歌。让世界知道你拯救。
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像从前，我们不再像从前，因为我们有你，因为我们有你。主啊，我们在此献上感谢，因为你，我们有满满的恩典与怜悯。主啊，因为你，我们有平安跟喜乐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。